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来，咱就正式开始。好，来，大家好，好，你好，你好，我是我龙。是阿德。咱第41集吧，台语的故事第41集吧。咱顶一集讲啥你还会记得无？哦，随意聊，凊彩讲。咱纯聊天嘛，闲谈就是有讲到一个手机北袂离的代志，对无？对啦，一个国际局势顶真侪物件，敢若真困难呢。啥物件真困难？算啊，所以算游戏算几十年。所以你目前为止还袂未解决这个啊，未解咧，敢若真困难。真困难的，无法度啦，迄个物件手机热吼，咱讲上瘾嘛，对对啥物物件足热的，就是讲就对啥物物件调调啊，迄个感觉安尼。哦，对啦，但是别讲像囡仔安尼。有的人瘾食薰，有的人瘾啉酒，有的人兴跋筊，有的人瘾耍手机啊，像即款的方式，真济无共款的物件呢。咱其实共款最近有一个老话互咱伫咧 First Story 顶管，所以咱嘛共款来甲大家答复一个我念出来嘛，就是即个叫做华即个我毋知有台语字无，是一个马字边，甲一个中华民国的华，所以即个字毋知有台语字无啦，毋知有台语发音无，反正就是念华伊是伫咧日本时代台湾人洗身躯历史的即篇下骹老话讲真介意即个节目。嘛，希望会使听到真济即个国际趣味的故事啦，较国际化的故事。当然，因为咱家己本身是以在地故事为主，当初是做台语的故事，希望是建立台湾在地故事，大家有共同了解即个所在。但是嘛，毋是讲完全袂讲到国外的故事啦。所以有机会嘛是会啦。是，所以确实伊嘛真厉害我确实最近伫准备一个故事是。其实是要甲讲台湾的即个放送的历史有关的广播垃圾号的代志，但是会有真大部分讲到国外一个真趣味的代志真趣味的故事。所以即个咱就留待以后到时阵即个故事你讲的时阵，大家来做伙听，甲知影讲到底是啥物款的故事安尼即个故事真趣味，是阮伫学传播学传播学的时阵，拢会提起过一个真。经典真经典真一定会讲到的一个故事当然用台语来解说较困难一丝，所以我需要开一个时间准备。因为迄是发生伫国外必须爱讲的故事互大家了解即个甲传播有关系的故事，所以传播学啦传播即个物件。传播学是，所以会有真趣味的物件。你最近有啥物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无？最近就有较欠安一丝啦，去行路啦，就较无说以前敢若脚头乌不太好啦。脚头伤着脚头。毋知安怎讲，去互医生看，讲做岁月，你讲岁月，我就无法度啊。你讲岁数到了，脚头小可退化。嘿啦。脚头的保养嘛是确实真困难。毋特别咧保养毋是讲肌肉你阁使锻炼会使训练嘛无法度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嘛毋知咧。若讲定用，有当时阁惊伊磨损伤严重。你无用，敢若阁袂使。无用就会生线呢。所以我讲脚头算讲是一个真关节啦，尤其关节的所在拢安尼。咱一般人像以前人伫讲，咱的身躯莫讲怎么器官安怎，第一
第一开始拜的时候，骹若拜吼，哇，后壁代志足困扰，因为你行动会不便呐，所以一定爱甲骹顾好。对啊，毋知要安怎，嘿，毋知骹头有安毋知要安怎保顾，养安怎保嘿持的，法度较好。你毋是讲嘿。像其他所在，法度去调整、去锻炼、去训嘿，练，嘛这毋知要安毋知影，啊，怎处理。着医生看者再佫讲吧。嘿啊，嘛只好安尼。嗯，好，咱来今日来讲咱的今日故事无足长诶，无要紧，互逐个了解嗯，一下。但是一个讲转来咱宜兰在地的故事哦，啦。吼吼，之前有一个朋友讲，伊是宜兰人，但是可嘿，能长期无住伫宜兰，嘿，特别有兴趣听的就是宜兰的故事。哦，算讲你家乡的故乡的故事，哦，吼吼，真济过去你可能毋知影，或嗯，者你转来以后有机会转来到宜兰看的时阵讲啊，原来有即件代志，你过去咱讲毋知影。人无亲无土亲，嘿，土较咱之前嘛捌亲，讲过即个真济宜兰在地，包括即个巴仔族啦，包嗯，括客南客北，包嗯，括东港仔粉等等安尼，嘿，都共款意思真济咱宜兰在地物件。嗯咱即届要讲的即个宜兰独有的独一嘿，无二的，叫做嘿，陈林里结生死。哦，等恁你，捌听过即句话对哦，无？有啦有啦，对啊，你嘿，若少年人伫宜兰，可能已经听无啊啦，因为哦，毋知影这是什么意过去的一个思啦，故事。你嘿，捌听过无？怎么毋捌听？我听听嘛我是讲你你讲。知影讲这是哦，啥意思无？起因我是无了解，但是我是知影讲音真无好就对啦吼。无错，无重错。点就是敢若无啥往来哦。嘿，我等下来甲你讲，是安嘿，那会有即个代志，是安那咱会讲陈林里结生死，哦，陈林这里就是三姓，嘿嘿姓陈、嘿嘿姓林、姓李。嘿，事常啦，我咧讲，都单人满天下啦，毋过真结生死是啦。是是，嘿，但是这是敢若宜兰有哦，哎哟，外县市是无陈林里结生死哦，哦，安尼这哦，是特别所在。所以伫咧讲即个故事之前，咱先了解一寡早期汉人来到台湾开垦的方式。嗯，当然，咱伫讲开垦嘛，有一寡问题，就是讲对一寡平地甚至是半山区的原住民来讲，是汉人来抢因的土地。原本我住伫遮住了好好嘛，当然就有一寡冲突，占着因生活的空间，破坏因的环境。那这以后有机会，咱嘛会来讲一寡原汉冲突的故事。原住民甲即个汉人之间的冲突。哦那当咯，然，伫过去咱一般嘛捌讲过即个咱讲的客南客北200年心结，还有即个巴仔族入兰即两个故事的时阵，嘛拢定定有讲着，比如讲江客饼、江砖饼，就是讲即个咱讲海盗、就是械斗真济无共族群之间啦，包括嘛有讲着台中迄边过来即个巴仔族，嘛有甲咱宜兰在地感觉咱人大车饼的代志，真济真趣味的故事。但事实上，无共族群之间，因为即个语言、文化啦、内外之分，咱家己人甲外人就是无共款嘛，对啦，当然有分咯。是即个利益冲突土地分袂平等等真济即个原因的车拼之外，甚至讲平平拢共族群的人咱拢平平拢共款的，啊，为着利益嘛，会啊，嘛无较好。对啦，共款啦。咱讲人性就是安尼啦，上爱牛调来搭牛某。啊，都为着好康的啊啥，啊你有我无嘛袂好势啊，对无？对啊，其实讲到即个内外之分我相信就讲前一阵啊，即个有人提起过，敢若是啥一个立委是毋是？提起过讲即个外公外婆，想要叫希望讲会使加注一个讲当拢叫阿公阿嬷请教育部去增加即个物件，嘛引起真济讨论啦。你个人是啥物款的想法？哦，你认为会使加无？我是感觉无差咧，为什物哈？来以咱台湾人来讲吼，你去外嬷遐嘛真少讲，咱直接讲叫外嬷嘛是叫阿嬷，毋过这都有一个分别，啥物做分别？这就是称谓要互咱了解，敢若讲吼，迄就是妈妈的妈妈。阿母的迄边的，重点是伫分别者，并毋是讲我叫你外嬷，就毋是阿嬷，意义嘛是我在我的想法是敢若一样啊。你感觉较无差？我个人是感觉无啥差，因为安怎讲咧？你家己厝内，所以你感觉讲有写无写无要紧，就是你若要写嘛无差，你歹写无要加注讲当时做阿嬷嘛无差，对来讲拢可以。我是感觉，若讲语言，咱来讲白安尼伫叫，对面安尼伫讲话，讲这着阮外嬷但是安尼介绍称呼，有要紧吗？其实应该安尼讲啦，就是那在我个人的想法因为咱伫叫人的时阵有两款无共款的物件，一个叫做称谓，一
一个叫做称呼，称谓就是我对别人讲这是我的相，但是称呼是我对你讲你是我的相，我要叫你的时阵，比如讲咱看到阿舅啊叫阿舅，看到阿金啊叫阿金，当然咱嘛对我有当时称谓甲称呼的是共款的，比如讲这是我的阿舅，这是我的阿姐，但是有的是称呼甲称谓无共款的，定定分开，比如讲像你刚刚讲的，一般咱若以台语的习惯来讲。我虽然对外来讲这个迄个是我的外妈，但是当然咱对外妈本人讲话时阵可能说阿嬷啊，但是讲实在，我家己的经验内底，伫华语内底当然咱定定嘛会叫外婆对啦，伫华语内底称谓甲称呼，这个所在定定是合做伙的。对，华语较安尼分啦。所以我会使甲别人讲这是我的外婆，但是问题是我甚至对我家己的外嬷面头前我来用华语讲的时候，我嘛是叫外婆，我毋是叫阿嬷，因为阿嬷是台语哦。对啊，对无？因为咱靠除了台语，迄是因为咱习惯用台语无感觉，但是咱甲台语这个物件摕掉来看，这个时阵咱其实会叫外婆，咱顶多较少叫奶奶。我家己我的经验内底，捌有一届做过这件代志，就是我毋知啥人可以讲到华语，甲我的外妈叫外婆，当时伊有互我一个反应，就是伊感觉无啥欢喜，意思是讲叫阿嬷就好。我认为这个物件有一部分就是。咱定定当然讲为着清楚分辨，讲这是爸爸迄边的，还是妈妈迄边的，老爸迄边是老母迄边的。但是内外总是有分。啥若今日毋是阿嬷毋是爸爸这边的，或者外妈，颠倒是妈妈迄边的，或者外妈外公。啥若查某这边的互分成外，咁真正完全无任何原因。我认为这是必须要去思考的，就是讲。内外之分，永远内底甲外口的就是无共款。有真侪人永远互当做外人，你就是外口的人，所以我认为这个物件，我袂使讲做歧视，这甲歧视无关系，但是这是内外之分，男性甲女性之间的关系地位的差别。所以对我来讲，当然我讲有写无写无遐严重。有加写其实是好代志嘛，无不妨但是所以我认为我是其实小可无了解讲，大家这激动伫讨论这代志，比如说伊写就写，伊也毋是讲拢提调不准你叫我妈，不准你叫，也无讲你也袂使叫我妈，你袂使叫我讲，你那叫你领导的代志是家族，顶个家族一个讲，当个人定定习惯的叫阿公阿嬷。我讲咱开始嘛是安尼叫。你即马这个讲起就变做讲语言差嘛，你若叫咱若台语，咱袂真少去讲外婆。咱直接拢叫阿嬷呢，因为咱这两个是分开的，咱都讲称谓甲称呼是分开的。但华语内底无啊。过来讲对，就是因为这就是语言的不一样啊。你讲的是华语，咱讲的是台语，你讲对甲毋对，嘛无一定讲对毋对。所以我就讲，大家伫讨论这件代志时，要去注意这件代志就是。因为大家都想阿嬷，问题是你当叫阿嬷是讲台语哦，就算你袂晓台语的人，嘛会晓叫阿嬷，这是最正常的代志。那今日我如果要把这个物件摕掉，你会对你的阿嬷叫奶奶无？我是讲外嬷这边其实无啥会，就我所知影，大部分人其实无啥会。因为迄个习惯自开始嘛有慢慢有人安尼，都无济啊。嘿对啊，无济无毋对。除非讲你甲伊真正特别亲啦，所以我认为讲这就是内外之别。伊伫内甲外即个字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啥呢？我真无介意听到北上南下即个名，即个词。比如讲你火车你火车定定看到写北上南下的。毋过爱有方向之分啊。向北甲向南就是方向啊，东南西北拢是方向，啥爱加一个上甲下，就奇怪。你看地图，其实地图你要拍北哪有上下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地理上的其实迄是后来。早期其实地图毋是安尼画，后来一个较公用的地图表现方式就是，尤其即个地球北边北半部北半球伊的地图以上顶面迄位作为北边因为咱伫北方，所以咱甲北放较顶悬，北向较顶悬较正，因为北向顶悬就是有即个地位较悬的意思伫咧，其实是有即个意义伫咧内底，大家认为无，但事实上有，所以你若看南半球，比如讲即个澳洲。伊南边放去顶悬，伊啥南边要放顶悬？因为我嘛希望我家己放较悬啊，我啥来放比人较低，所以上下是有关系，上下是有阶级关系。上下当然毋是只是讲方向的差别，所以啥若北就爱放伫
加上，男就爱放下。大家讲我都无即个意思对，但是文字本身蕴含即个意思，所以你其实会使改成南向北向，你嘛袂听无？啥啦一定要写南上北南下北上。对无？意思以来拢安尼。对，即个话本身就存在问题。我讲该改正的物件爱改正，像我个人真无改，我真少讲南上北下，南下北上，我真少安尼讲，我就是南向向南向北，南向北向，我袂去讲北上南下，我讲无必要。啥啦下是要下去打，用真卡晓。毋过吼，可能你较有去思考者，敢若真侪人嘛惯习无感觉。对，但是即个惯习长期以来的稳重迄个意义，一直累积落来，就会造成真侪思考上的无共款的变化，这是爱做细致的代志。这是我较重视的物件，就是讲文字对啦，文字文字本身是有意义的，这大家爱注意一下。我讲这是爱提醒大家。后来讲到咱家己的故事本身吼，就是即个早期汉人，咱讲即个工作群的人嘛，真介意即个语调啦、搭语母，爱好看呢，就是爱家己看人冤家内斗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即个意思吼。早期汉人的开垦是安尼吼，真侪所在吼，拢是一个头人来带头，带领一群人伫咧开发。一个报一个了，就愈来愈侪人做伙过来。尤其即个共姓的人吼，拢会逐个拢爱带做伙，较关系带做伙互相照顾。所以过去定定什物姓林啊底啦，大单川啦，像即款就是讲家拢姓陈的，遐迄区拢姓林的，遮姓吴安尼，定有，真侪。即区拢即落姓啊。那华语会讲什物吴家庄、林家庄，这所在真侪吼。台湾各地拢是安尼。客人的嘛，较有即落庄啦。共姓嘛，定定做伙安尼。宗属啊，因迄种共的。当然无一定讲伊一定是亲情哦，只是讲逐个共姓，感觉总是一个共姓，逐个有一寡恩怨的感觉，做伙互相照顾安尼。若是有一定的人数了吼，因就会想要即个要请清朝来，因为早期汉人还搁伫清朝时代嘛，来甲台湾来讲，就会想要请清朝这设官治理。因为人这总是有一寡政绩啊等等吼，希望有人来做主裁。比如讲既然你若是以五沙开垦的做起点来讲，伫咧嘉庆2年1797年来算讲是正式进入柑仔兰即个所在吼，其实前一年就来过啊啦。不过即个甲柑仔兰人之间有发生真侪冲突，搁退转去三条岭。所以咱以后再来讲即个故事啦。三条岭吼，一直到即个嘉庆15年，才互朝廷愿意设官府来治理。伫咧宜兰柑仔兰即个所在设官府治理，一直到17年才正式设柑仔兰厅，去柑仔兰城，也就是当宜兰古城区，宜兰市的古城区。咱有啥物旧城东路、旧城西路迄个说，对，东南西北都合起来吼，一个围起来都一个框啊安尼，一个框，这就是柑仔兰城原本的所在内底就是柑仔兰城。我迄个了去呢咧。嘿，是，就是，但是你著算即个设官治理嘛有一个问题，咱之前伫咧天高宴内底嘛捌讲过，讲乌西若无乌做官就土。伫咧台湾做官是会使讲即个3年官2年满，官员任期拄过半，落地啊就得甲888。拄开始拢安尼天高，咱讲天高皇帝远嘛，离京城遐远的所在吼，咱讲远啦，遮远的所在。当然吼，就是有代志就有代志，无代志我负责。这个心态甲你较像，甲你差不多。所以民间嘛有真侪即个纠纷，就是爱靠咱家己来处理啊。因为官员无啥要甲伊插啦，你钱有来就甲你有钱破死，无钱破死，就咁讲法。所以咱今日要讲即个陈林立结生死的故事吼，就是伫即个时阵发生的吼，就是即个因为跋筊有几个即个脚卡引起的纠纷。若讲到跋筊，甲大家分享一句捌有听到人对我讲过的话，或者讲到啉酒我拢无步，讲到食薰我火就倒，讲到跋筊我就去。对啊。即句话我都无解说，大家互大家去想，互恁去要讲到底伊是啥物意思吼？字面的意思甲实际意思完全颠倒变吼，大家去想看觅。讲到火就倒，讲到食薰火就倒啦，讲到啉酒我拢无步啦。
讲到跋筊我就去吼。好了，我讲这个清朝东帝年间同治皇帝同治吼，东帝年间甘仔兰人这个溪南不是甘仔兰人啦，吼甘仔兰这个所在啦，或者咧溪南地区就是当时的芦水溪，即卖南洋溪。你若讲奇怪，宜兰哪有芦水溪的朋友吼，回去听进前的故事。对，咱讲过啊。对，宜兰人200年心结，溪南溪北之争，吼，这篇内底都有讲到这个代志。对。溪南地区的这个罗东，有一个人姓林，咱个叫做什么名较好？因为其实伫故事中，伊是这个记载内底是无写伊叫做什么名。咱个叫做林汤海好啊，后林嘛都要讲到林汤海林汤海好，我那个叫做林汤海好啊。过来东山，罗东隔壁就是东山，东山有一个人姓李，咱个叫做这个李麦照好啊，这个林汤海，一个李麦照。有一天，这个林汤海甲李麦照做伙伫咧跋筊。两个人在跋筊，跋倒一款唔知影啦，唔知是算麻雀啊，个什么哈，跋筊个什么？是巴豆啊，个什么我唔知影。数十摆啊，怎么应该就是乌字啊啦，迄落压落强，迄款诶无，规度诶有够恐怖。迄唔是巴豆啊，唔是。目糜啊。目糜啦，这伤复杂啊，我拢分袂清楚，我毋捌真少伫跋筊。目糜啦，我是听啦，我袂晓知影，因过年诶是有诶较老诶，个老伙啊较济岁吼，会算数十摆啊，就是安尼长安尼。伊是一个敢若纸牌啊，顶管有花草安尼。不是有将士族有诶款诶军事。伊是敢若象棋、象棋安尼。数十摆，咱家讲做数十摆诶，这个纸牌啊嘛。长方形的。但感觉还有人在耍。应该是长过去啊啦，因为迄种以早古早老伙啊。因为我感觉当毋捌看人在耍。即马有是一般家庭麻将啊。较有可能看到就是麻雀啦，其他敢若真少。隔壁呢，一查囡仔讲，我阿公去打麻雀。啦，拍麻雀就是叫真济种啦，还无真清楚。咱嘛毋知讲当时因到底是算哪一款啦。不过知影讲，这个林汤海已经连赢几落斗啊。真正是赢到要烫海。太厉害哦！伊这个甲伊做伙一个交卡的，咱讲这个李麦照，性地无介好。有的人咧讲胶品无介好。对啦。暑假一个抗战人就开始愈来愈去配面，什么话拢出来啊！就是有这款的人。暑假唔担输赢。有的人讲唔担输赢嘛，所以伊就愈跋心情愈歹啊。愈害。伊想讲这个姓林啊吼，敢讲因兜有财神来降价，后迄落。逐斗拢伊赢，我看是真叫较有赢，后开始就要怪别人啊。怀疑讲伊有摕啥物。后迄落讲永远拢你赢，这代志吼，恁兜若财神请到位啊，吼，所以就讲无欢喜啊。你莫走愈想愈无欢喜，啊，佮伊当场就对这个林汤海讲，你就莫互我掠着你真叫，吼，就甲呛声。创报。这个林汤海当然嘛是袂堪你人讲啦，你若用在这个苗可丽的讲法就是。我两个信的。你是苗可丽上爱讲这款话，讲车评当然啦，嘛有可能你若较现代讲法，就会咪讲，比如讲你这真叫，恁规家法拢真叫啦，都但系美法都可能是安尼。唔管咱不管如何，你若是用宜兰的这个江腔的家己，咱就讲不管如何，若是一般大家通用是不管如何，就是有这个差别吼。两个人当场就弯起来啊。阮无当紧出来，直接起骹动手啊，就开始拍起来啊！为着跋筊起骹动手，其实嘛真有啦，这个例其实真济吼。跋筊是安尼，人跋到一个坎仔，脚品无好哦，什么拢出来啊！手啊拍倒安尼断哦，扁倒的啦，什么拢有安尼吼。当然当场做诶嘛是有这个有人会委我来啦，做公亲，来做者公亲，其中就一个姓陈诶，咱就讲陈林立这姓陈诶，公亲变始祖咱就甲号做陈雷公，方便大家记住啦吼。这陈雷公就甲这两个人就甲劝好啦吼，讲是讲劝好啦，但是你想
拄则即个林汤海已经连赢几落斗。伊嘛是无啥会爽啊。输钱诶，毋若你莫走尔，然后逐个拢输钱，嘿拢输到要嘿吞裤啊。咱宜兰腔讲吞裤，输到要吞裤啊。所以而且即个单位讲原本就甲你莫走关系特别好，逐个平平拢输钱诶人。你讲伊要来做公亲，嘛袂偌公平啦，对无？所以即个即个单位讲，因甲两个人马钱嘛，伊就甲林汤海讲，你拄则就已经赢较济啊，对无？无安尼啦。真叫无真叫，咱莫论啦。头拄啊赢诶，你摕一半出来，咱2:1添做5，就是平分诶意思，平分就做2:1添做5。逐个都拢准拄煞。我讲迄什么笑话，我有本事赢是我诶代志啊，对，是毋是？你赢钱诶人一定是即个感觉。做嘛毋肯。嘿，就是你嘛毋肯。开玩笑，恁家己输，恁家己手气歹啊。所以讲即声无劝无代志，一出喙就转代志啊。所以林汤海听单位讲安尼一讲，搁较生气。直接甲拍惨落，对本来两个跟你相拍嘛，即个要来考劝，等都讲拍惨落。这时阵，即个姓陈就变成公亲变属主，像你讲公亲变属主啊。三个人拍甲变几球啦，全部拢第二做一伙嘛，做一伙安尼。最后因三个拢气喘喘，然后互相在呛声。你好大，你莫走，对吧？真正变你莫走啊。我哪有人来？逐个拢是安尼，家己家族啊，每一个拢大家族啊嘛。林汤海想讲，阮姓林的是大姓啦，咱这宗亲拢甲叫我来，敢毋得惊恁姓李的？心内就安尼想。讲到这，咱来补充一下。拄则讲姓林的伫宜兰是大姓，目前的资料还是无啦。但是根据即个民国45年，捌做过一个人口调查。姓氏啦。嘿嘿，宜兰的10大姓，宜兰县来讲，因为一县市小可无共款。对。宜兰的10大姓，照顺序排是林、陈、李、黄伫宜兰念做黄，可能吴、张、杨油啦，迄个阿母啦，迄个油，杨头迄个简，就是简就是简，简单的简，过来就是王。我用华语念一遍，就是林、陈、李、黄、吴、张、尤、杨、简、王。张啦，这10大姓咱看前三名就是林、陈、李啦。咱当讲陈、李，因为姓氏就是前3大姓，伫冤家。特别另外介绍一下，这个油甲简，姓游泳的游。简就是简单的简，这台语人念做简。这两个所在油甲简主要是来自漳州的诏安甲南靖的客人其实咱之前捌讲过，大部分宜兰九成是漳州人，但是漳州人内底嘛有分漳州的河洛人甲漳州的客人。漳州嘛是有客人的，只是讲真侪人已经无伫讲客话啊啦，无因的语言嘛，小弟宜兰小时差不多。关键上拢是最后拢夹入去咱家己一般这讲闽南语或是讲台语的这人内底。那油内底佫有分2大族，做饭油甲斋油。介绍捌听过这落。是因为你若看因的宗祠是蒙仔就会知影一般咱油中迄个字写的是饭字。华语讲这个宜兰腔讲中尉啦，但是就是中的意思，就是中尉中，就是中迄个饭字方字，迄个饭有另外一款写法是写作才能的才。是吗？才能的才，这毋是一般字，这毋是一般的姓你一般国字内底无这个字，这是人的蒙仔甲宗祠伫咧写，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油有2大，一个手手旁啊，迄个敢若要手旁迄都才能的才啦，不是手吗？不是手，不是手，是手，木材一边迄个材，木材的材边啊迄边，才能的才，这就是伊去做一个分别，就是讲咱姓油伫宜兰有2大族群，是无共宗族的，对，字无共款，所以为着做分别，中甲改调改成才能的才。你蒙仔甲宗祠顶悬有，但是一般你比如身份证啥物无迄个物件啦，无即个字，所以咱有2大无共款的族群，油饭材饭油甲斋油，总共这2款。大家以后若有到宜兰有机会再注意一下，因为路边有张写你都有宗祠。我会记得路东敢若捌看过。我有印象，我嘛倒位捌看过。确实有我捌看过。讲到即个林汤海甲你莫走啦，讲姓林的伫宜兰是大姓，姓李的排第3。那当讲林丹李嘛，照顺
顺序是安尼。所以你排第三，你莫走就想讲啊，总是输人毋输阵，输阵歹看面。虽然拢转去老人咯。阮李家伫咧东山嘛是有头有面的大家族啊，无伫甲你信道啦，信道就是讲无伫。无你甲你听我不怕啦，我咧惊你啥？而且佫有拄则咱讲，甲我斗相听的即个交卡朋友即个单位讲单家，因单家嘛是大家族啊。每一家族拢足侪人就对啦。阮两大家族啊，加起来敢会输你，敢会输你姓林的，所以。自厝3个人各自转厝内，开始就讲其他家族爱歹话，你怎啊先叫其他人斗相共，你总是爱先甲因歹话讲好嘛。爱讲一撮原因出来。比如讲迄个姓李的，就是占咱的地盘啦。因姓林的靠姓人济，势将无甲咱放在眼内啦。引起因逐个。同仇敌忾安尼共同安尼，安尼人才有法度甲你斗相共。对即个姓陈啊底拢共销样啦，销样甲大家补充一下，一般即个事无讲介好听。一般讲销样，就是讲即个人免哪形容。共个性啦，当时就比较负面的，较无好的，比较暴躁啊啥拢。是讲，反正就是讲即个人。迄个感觉无好，行为无好，咱讲迄款销样但是一般平常时毋通安尼用。无得用安尼啦。即个词无好听。老岁仔较会去讲。老岁人较早较古早老岁仔人会较重视讲莫较无礼貌。口头上无共款。讲即个姓陈啊底拢共销样啊，袂输迄个好鸟伫咧管百家，遐尼家薄。家暴即个事嘛是真趣味，因为以后我会伫 Facebook 顶管互大家了解一下，咱讲家暴到底是倒一个家，是迄只一直伫会提的迄款家，还是咱厝内即个家拢无共款。但目前经过真侪人的研究，其实家暴你若正式汉字是写做家婆，就是管家婆迄个家婆就是厝内负责斗相共摒扫的人。就是讲女主人就是管家婆，嘛无一定是管家，有诶是请人来。伊会请管家啊。对，所以就是有即个差别啦所以但讲你好鸟管百家，管甲别人斗去真正就足家暴，即家暴做甲人斗去即个感觉只要有机会伫 Facebook 顶管再做解说。总共一句，大家转去了就开始拼命使人啊嘛，讲姓林的姓陈的姓李的。虽然讲对方会歹话，对，人家会挖你啦。对，最后3个大家族约一个日子咧大车拼，过去咱讲江专拼啦、汉欢拼啦、江客拼啦，即边是即个世事拼，无共姓拼做伙。但林李要拼啦，无错所以转依然摆名种3大家族大车拼拼甲安尼家家出去，北配客骨汗如淋漓，血流成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日，我不讲天地失色，贵国龙河，新鲜难救。我哋就讲当时会喘真严重啦！一个讲较长会喘的。国家呢东倒西歪。因为咱讲当时有拍甲偌凄惨这就是咱或者讲陈林李结生死就是安尼来的。因为安尼就惊动了即个官府本地官府真少伫管代志官府就想讲安尼会使恁平常时安那冤安那吵拢无要紧即声你甲我舞甲遮大条，若是惊动了朝廷，我们就成千无望咯所以即个官府啦，就会派即个镇部警察毋是迄时无镇部警察，派即个衙门的人啦以前做孙查。搁较早啦，因为这是清朝时代，孙查应该是日本时代可能就即官衙门的人啦，官府的人衙来去落去甲压制刷落来嘛，甲3个家族即个头人叫来收银收银若无了解即个意思还是想要知影较详细，比如什么做银什么做元宵你会使去即个听咱进前有一集咧讲灯猴特辑啦，甲阿露露迄集大场店的 live podcast 就讲到即个物件，会使去听看卖。代志总算因为即个圆缩缩的总算压落来这3个家族就无管安尼冤，3个家族的人鼻仔蒙蒙咧嘛只好安尼啦就只好安尼。但是虽然心内拢真不安，即个心结袂因为安尼就解开是无法度逼不得已只好吞落来那不过自此以后，即个姓林的家族就怨切因即个姓李甲姓陈的若照过去的习惯，其实共姓因为真有可能是亲情，一般来讲拢会要求讲共姓袂使通婚过去就真济即款的讲法
其实意思是为着咱讲优生学、优生学。对啦，就是对，讲惊讲你若毋知影是亲情是有嘿可能的，那因为基因的关系，迄个搭至亲啊，搁较晚吼，迄缘愈活愈袂通你若无结婚。说是讲即个近亲结婚，就有可能会生出有问题的囡仔，这是较有可能基因缺陷的问题。不过啉咖因为实在伤怨切即个理咖甲蛋咖，所以自此流传一句话，叫做蛋无情，理无义，姓林啊嫁家己，或者姓林啊娶家己。安尼哦，所以意思是啥物？意思是既然林家自此要求因的后代，你嫁出来的对象不准姓蛋甲姓李的，你若姓蛋姓李的拢不准，但是你想哦，因为这三大姓已经伫宜兰的人口占偌济啊，所以你无一定法度对着其他的姓，那生活空间就遮大尔。你姓蛋姓李，你拢无要嫁出啊，上接拄着姓林的，只好安尼就是甘愿接受我共姓，共款姓林的，因为虽然毋知是毋是亲情，但至少共姓的，因为姓林的其实人口济，来源嘛各自不同嘛，你嘛是无一定讲拄着你的亲情啦，所以就接受安尼，即句话就是安尼来，咱佫讲一个叫做蛋无义，蛋无情，理无义，蛋无情，理无义，姓林啊嫁家己，或者姓林啊娶家己，就是即句话就是安尼来。有即个例无？咱讲即个故事讲到底真正有发生过无？来，互大家了解者，比如讲，咱举一个目前的宜兰县长，叫做林姿妙，林姿妙，姓林对无？因翁咧，因翁叫做林明正，是毋是姓林？对。过来，宜兰进前的县长林聪贤，因某做啥物名知影无？我袂记。因某叫做林素魂。对吼。对。是毋是？就是讲，当然无即款要求啦，但是你会发现讲，宜兰即个特色特别明显，就是姓林的，尤其过去较有岁的人，因翁仔某凡说全部拢姓林。迄个年代加减还有共姓，是毋是尽量毋通做伙？即款的讲法，但是有遮侪例，就是讲因共姓共款结婚，尤其拢是姓林的。其他共姓结婚我真少拄着，比如平姓张、平姓蛋，我拢真少拄着，唯独平姓林的，就翁仔某拢姓林的较济。伫宜兰，你会使去甲观察看觅，过去确实是即个特色伫咧。我嘛，互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即个较宜兰在地的故事。啦，定讲陈林李。结生死，就是无啥往来，当无啦。当然无即个问题啦。事实上，过去确实发生过即个姓氏的即个车拼斗争啦。嘛确实有拄则讲即个陈林李结生死，甲陈无情理无义姓林啊嫁家己的即两句话。不过因为记载其实讲无济，大概提起讲差不多是伫同治年间有即个无共家族因为跋筊引起纷争吵。但是内底即个细节当然主要是我拄则即个家己加油添醋，加油添醋啦，就是总是爱有故事性，所以甲一寡因讲话方式啦，参入内底，但事实上记载内底无讲较详细。咱定讲鸟啊毋通跋啦，你跋咧出代志就是安尼。就是即个故事加调整较有一寡喜感，喜感，毋是喜感啦，讲喜感就敢若一出戏迄落感觉，戏曲诶，较有一款敢若做戏的感觉啦，一个戏剧的感觉，加油添醋。无其实即个故事你若去查，差不多2-3句话就解决啦。就讲就是有即几个家族冤家从此就无互相放假。安尼我可能敢若5分钟就结束啊。所以就是加油添醋一寡互伊较闹热较澎湃一讲故事一个安尼啦。对，就是咱伫咧连续7集的天鹅宴，甲顶一集的即个单纯的开讲了就慢慢佫恢复，倒来讲咱一寡在地甲无共款所在的故事。所以即摆互大家听即个陈林李结生死的故事。无压力的物件，嘛是真趣味啦，过去真趣味的物件。好，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留言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还是 Spotify，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那咱今日就要到这结束咯，拜拜。